舞练的是京剧的身段，科班演员都得细细琢磨着练。对年过半百没有舞蹈基础的团员而言，困难度之高可想而知。有一些缠头过脑的动作啊，他们就是老是会挂到，就是要不停的练。婆婆妈妈多数是客家女性，挑战自己有股互相感染的志气。参加社区大学的社团组成云秀剧坊，他们通过了街头艺人的甄选，演出累积上百场。县长都认识我们，他只要看到这张脸，他就知道哦，那个桃园社大的社团班哈。也从化妆看出团员们的意志力，颜色渐层、神韵怎么拿捏，从头学自己搞定。大热天勒头套，加上配饰层层叠叠，演出前准备工作至少2-3个小时。我们其实都是无偿，我们自己还要花钱就是制装，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说，推广这个传统戏曲。京剧、黄梅调、歌仔戏都去尝试，更致力于推广客家戏曲和客家小调。像我们的孩子可能都很迷日韩啊、欧美，对，但是他们就会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的妈妈都在地方就是为这个传统戏曲做一个推广。也不但参与社区公益演出，指导老师和团员们教学相长。虽然是外省籍，客家戏曲也能跟着唱。为什么想学？用播一上好。因为懂大义。他们说，因为我很喜欢，要一直很有热情。表演结束，道具、服装大包小包都得自己扛。无论晴天雨天，不以为苦。他们因为有心而乐在其中。上课喽！用播一上好，以你爱懂介意。用播一上好，以你爱懂介意。谢谢钟宇老师。